统赖清德邀请到在野党的领袖，明仔载18号听取到国安简报，但是行程相关的规划所予拿白质疑，讲这个会议采关门来进行，就亲像是一场设局要共陷害的鸿门宴。民进党是来回击，讲这个会议的内容牵涉到政权的机密，采关门进行，这符合着常理。国政党嘛会当伫个开记者会了后来表达立场。韩院长生日快乐！我们绝对不要让老番颠的柯建铭来当院长。讲希望立法院长韩国瑜的补助一条，毕竟第三阶段罢免的攻势宛如大军压境，那也陷入危机。因为这时总统府邀请在野党的领袖进行国安情势简报。我认为这是到底的鸿门宴了。一方面拿刀子，二方面，我跟你握手，所以礼数都做到了，所以纯粹是为大罢免的演戏的。话讲甲正白，你看明仔载内容包括4大部分，由国防部、外交部等依序报告中国军事扩张、全球局势挑战甲咱国外交战略等两项议题。因为内容牵涉高度的机密，所以讲无公开。总统赖清德嘛专程参加。不过，民众党批评讲讨论的时间无够，嘛无在野党主席公开秩序的安排，敢讲是专案去上一天的举工人。不要去破坏这样朝野共同团结的气氛，不然的话只会让人家想起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他的夫人在埋怨在双十国庆呢，在冷风中冷落在角落吹冷风，这样的一个联想，对于朝野的和谐并没有帮助。尤其一个比对，前总统蔡英文卸任前，甲前民众党主席郭文哲伫总统府来会谈，除了亲身敲电话邀请以外，双方无聊讨论将近1个月，是讲28较无24点钟，包括总统府、国民党、民众党3方面看法拢无同，敢会成？就等吴国昌、朱立伦一个答案。Hello， 我是张新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